今次帶大家嚟到上環東街參觀一個584尺2房1廳嘅單位，戶主2人居住，即刻帶大家睇下單位採用咗啲咩設計特點。客人中意簡約時尚嘅風格，而我哋嘅設計特點就係全屋用咗一隻天鵝絨嘅藝術油漆，呈現出天鵝絨般嘅柔軟絲滑觸感，俾人一種高貴典雅而浪漫嘅感覺，去呼應翻窗外中上環區富有文化氣息嘅環境。另外，藝術油漆對比起一般嘅乳膠漆及牆紙，會更加容易打理，非常適合潮濕嘅天氣。入屋嘅左邊就係開放式廚房，廚房同客廳之間加咗一道特色條子玻璃趟門，分隔開兩個區域。電視櫃嘅櫃面都係用咗天鵝絨嘅藝術油漆，整個櫃面望唔到接駁位，而三邊加咗散光嘅元素，望上去更加立體及優雅。餐邊櫃用咗3前歸1嘅莫蘭地綠色，去配襯不規則嘅門板，為寧靜嘅空間去添加一啲清新嘅感覺。嚟到衣帽間，我哋為客人度身訂做咗一個開放式嘅衣櫃，空間通透，方便客人配襯自己嘅衣物。而中間位置係一個具有展示功能嘅層板，最上方就係一個 L 型嘅儲物櫃。主人房床頭櫃都採用咗天鵝絨藝術油漆，呼應翻全屋嘅設計風格。旁邊係一組活動嘅展示櫃，巧妙咁隱藏咗細窗嘅位置，令整個主人房嘅設計更加連貫。雙人床可以3邊落床，加上閃光嘅 LED 燈效，配襯一對金屬嘅壁燈，增加柔和舒適嘅感覺。今次就帶大家睇到呢度。如果鍾意我哋嘅設計，記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、IG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